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股市总体上应该让金融消费者喘了一口气虽然走的不怎么样，但是毕竟没怎么跌。A 股三大指数今日震荡整理，截至收盘，沪指平盘报收没涨也没跌深成指跌0.08%，你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创业板指数跌0.33%，也不多个股方面是涨多跌少，上涨股票超过3500只下跌的股票不到2000只，也就是说涨多跌少，所以说对金融消费者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美中不足的是，两市成交额只有10800亿，比上个交易日又少了31亿，也很快就要到万亿以内了。所以今天很多媒体报道都是成交量突破万亿，这个明显就是底气已经不足了。因为以前火的时候都是2万亿对吧？后来不行了，顶不济，那也是1.5万亿现在连突破1万亿都成了一个新闻突破了1万亿，10800亿。这个我一直强调你不要看指数，因为指数已经失真了，你看成交量，成交量就是反映这个市场热度，这个有没有人愿意把钱往里放？现在都是大家把钱拿出来再看，观望。为什么观望呢？没什么故事可讲了，聪明人都是落袋为安，那些重度套牢的现在装死。照这个趋势下去本周恐怕就要回到1万亿以下，而且很难回来。一旦说真的就跌到1万亿以下，基本上就可以洗洗睡了。今天这个并购重组板块还有 ST 股就是垃圾股又是开始活跃。主要是什么呢？是最近上市公司资产重大重组新规落地。5月16号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外公布实施修订后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在简化审核程序、创新交易工具、提升监管包容度等方面做出优化。修订后的重组办法创多个首次：首次建立简易审核程序，首次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监管要求，首次建立分期支付机制，首次引入私募基金反向挂钩安排。业内人士指出监管部门在鼓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组办法作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基本法，优化后将在更大程度上提振市场各方信心，提升并购积极性，赋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现在又开始鼓励并购重组，你应该这么理解，在政策方面做出各种优化各种简易程序，说白了就是提倡并购重组。在资本市场这就意味着这些什么垃圾股将会得到更多的资本的青睐，因为提倡重组这垃圾股更应该要重组它不重组它就退市现在给它松绑你理解成松绑它就会再找很多这个所谓的优质资产吧，咱们这么理解，要发行股份并购优质资产，甚至让上市公司日月换新天。你本来是造鞋的，现在摇身一变变成搞人工智能，就这意思你看这个政策一打开，实际上就是给这些上市公司更多讲故事的空间，包括很多包括这个募集的资金，对吧？包括这个私募怎么参与，包括这个锁定期，它都做了很多这个调整。说白了就是鼓励大家鼓励这些上市公司要并购，甚至鼓励借壳。刚才说了什么叫借壳呢？对吧？你这实际控制人变了，你公司的主营业务也变了，这就构成借壳。原来的老板不是了，换了老板，大股东完了之后，你本来是印名片的，现在变成算力股，买了几台服务器，找了块场地把服务器搁那儿，就变成算力股这叫借壳。20年前咱们就流行借壳重组，就炒垃圾股。现在兜兜转转，似乎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新瓶装旧酒只是名字换了，说法不太一样。我们看看这个海外机构怎么看待胡适这个摩根士丹利称超80%的投资者或加仓中国股票。这个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沈黎说超80%投资者近期可能增加中国股票投资敞口。在深交所2025年全球投资者大会上，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中国在岸股票业务主管沈黎表示中美贸易谈判进展超预期，有助于国际投资者风险偏好提振。在摩根士丹利中国会议上80%以上投资者表示有可能近期增加中国股票投资敞口。他认为
中国市场的估值吸引力仍然显著，海外投资者普遍比较看好科技或人工智能研发、新消费和高端制造相关赛道的企业增长潜力，也在这方面开始进一步积极布局。这个在深交所啊，2025年全球投资者大会上，这个摩根士丹利的这个高管啊非常识相，讲一些吉利话，讲一些漂亮话。关键是你到底这个摩根士丹利你买了多少中国股票，买了多少 A 股，这个是重要的。什么80%以上的投资者表示有可能近期增加中国股票的投资敞口，这叫什么意思啊？这就是客套话，这就是说明啊，这个海外投资者现在还是一个构思啊，打算想提高这个敞口，那肯定还没买呀，买不买也不知道啊。你请他来吃席，他多少说点漂亮话，这个说明啊，这是人情世故啊，这海外机构都懂啊。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啊，并购重组概念股多股涨停，就刚才说的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新规发布，相关概念股掀起涨停潮。你看看5月19日并购重组概念持续拉升，截至发稿，五星碎庄30%涨停，森源股份、金利华电、光智科技20%涨停，连华夏幸福都涨停了，这叫接着舞啊，接着乐，接着奏乐。这个副村长说了啊，说啊，投资中国意味着更高的确定性。近些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中国始终强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儿，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来自于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啊，说了很多啊。总之啊，这个副村长说啊，投资中国意味着更高的确定性。别的行业咱不知道啊，你要投资胡适啊，那确实是意味着更高的确定性，这个所言不虚啊，对吧？你其他的行业咱也说不清楚，但是在胡适这儿，那绝对是提供一个全球你很难找到的一个稳定的市场。那10几年它的稳定在3000点左右，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国外那些市场啊，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发达国家还是那些不发达国家，他们那个资本市场上蹿下跳的，不停的堆积风险。你反过来看咱们这个资本市场，对吧？10几年前是3000点，现在还是3000点，这还不够稳定吗？你还要怎么样的稳定，对吧？这就是确定性呢。也就是说啊，未来5年还是这个点位，对吧？这么说你能听得明白吗？这叫确定性。你看啊，20年前炒重组，对吧？炒垃圾股、借壳，那现在又开始炒重组，开始炒垃圾股、炒借壳，这叫确定性。兜兜转转啊，主打一个稳定啊。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适啊，这个奇葩公司年年有啊，唯有今年多啊。胡适有这么一家上市公司啊，先说干啥的不太清楚，总之啊，它跟字节跳动挂上钩了啊，这是胡适一大特色啊。只要你跟什么头部企业挂上钩，那你的股价就得翻几倍，对吧？比如说你跟华为有业务关系，对吧？你什么东西被华为选上了，进了华为的这个供应链，对吧？或者你是字节跳动，或者跟腾讯、跟阿里，甚至跟京东啊，你那股价都得翻1倍啊。这个在胡适非常吃香啊，就是这故事啊。那有这么一家公司啊，跟字节跳动啊挂上钩了，结果坐上了火箭。就这么一家公司啊，本来说的啊，大股东啊，公司要大手笔的增持，要回购股票，这个金融消费者啊，望眼欲穿呐，盼着他赶紧回购啊，回购股票注销啊，大股东增持啊，结果啊，没有等来这个大手笔的增持回购，等来的却是好多股东啊，一解禁纷纷减持拿脚投票，这就反手给了金融消费者一大耳光子。这家上市公司就是润泽科技，以河北女首富头衔高光一段时间后，周超南和他的润泽科技似乎一下跌下了神坛。这是新浪证券报道的啊，说不仅股价跌跌不休，这家曾被誉为液冷服务器之王，被字节跳动包养64%业务的超级概念股，如今深陷业绩变脸，市值接近腰斩，股东跑路，一系列困局。哪怕是高调宣布大手笔增持回购，也遭到了一众股东窗口期减持的背刺。4月10号，润泽科技董事长周超南提议以自有资金回购5亿到10亿元股份，宣称
用于股权激励以及增强市场信心。彼时公司动态市盈率高达46倍，股价年内已经翻倍，就是股价翻倍啊，市盈率46倍的时候，宣布要自有资金大手笔的回购，那不就是要稳定股价吗？股价还要往上再推一推。然而仅隔28天，宁波、凤文等4大股东宣布减持320万股，这与回购计划宣称的稳定股价形成鲜明反差。也就是那些小股东、2股东、3股东、4股东这些趁机啊，趁着股价涨了，趁着这个公司宣布要回购股份，赶紧出货兑现，自由这个金融消费者来接盘呢。值得玩味的是，回购方案至今未实施一股，也就是一股都没有回购，而减持窗口期恰与回购执行期高度重叠。尽管公司强调减持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但市场注意到平安系股东自2024年10月起已累计减持超2%股份。此次减持主题中的就是主要减持的啊，这个股东叫宁波、凤文、平盛、安泰等均为借壳上市时的原始股东。你看看，又是一个借壳上市的啊，现在还在鼓励玩重组、炒重组。这个润泽科技就是借壳上市，这些垃圾股为什么不能退市呢？为什么非要保它活着的借壳呢？这就是我以前说的啊，每个股票后面都住着一个神仙呢。这只股票在他手上就相当于是提款机的一张银行卡，你随时可以插进去提款啊，你只要不把那个卡给踢爆了，你说这么好的事情他能放弃吗？既然这些股东都是借壳上市的时候的原始股东，它的成本价不到现在股价的1/10，也就是它涨了10倍，你说它能不减持吗？这个利润多大呀，对吧？后面再涨人不要了，让你这金融消费者，你这赌徒，你们喜欢你买吧，对吧？全给你，反正人家已经10倍到手了。所以说这个金融消费者要么说傻呢，蠢呢，对吧？天天劝他不要炒，执迷不悟啊。这个分析人士指出啊，部分股东在股价高位密集减持，与回购营造的乐观预期形成双向收割的嫌疑。也就是这么理解吧，为了让这些涨了10倍的股东能够顺利的出货，那就得讲个故事啊，对吧？公司啊马上要花巨额资金回购，有好多这个金融消费者一听这个就激动的不行了，你知道吧？马上要埋伏进去啊，公司一回购的股价不就涨吗？结果啊拿着人家虚晃一枪，就是让你骗你去接盘的。而公司所谓的大手笔分红，更像是为股东减持做掩护。公司增持公告中所谓不低于75元增持的表态，相较于目前股价更是作秀。毕竟再回到这一股价几乎需要翻倍，而公司1季度业绩下滑，无法给予股价支撑，自说自话的结果就是股价喋喋不休。在业内人士看来，股东之所以减持，更多的是因为公司支撑股价狂飙的高增长叙事正在瓦解，也就是吹的牛啊，讲的故事破灭了。2024年年报显示，公司扣非净利润52亿元，未达借壳上市时承诺的55.99亿元目标，触发9180万元现金补偿以及87万股份返还。更为严峻的是，其赖以维持估值溢价的2大业务均现颓势。当初借壳上市的时候还有对赌协议，也就是说这个借壳上市这个3年啊，每年净利润比如说达到多少，达不到的话，他那个大股东的股份呢就得注销一部分啊。一般的对赌协议都这样啊。所以这些所谓的借壳啊、对赌啊，他为了实现他那3年的利润承诺，他什么手段都用，不要说做假账了。所以我就不理解啊，为什么资本市场你老是提倡什么重组干什么呢？垃圾股让它退市，好的资产你容许它上市啊，注册制不就是干这个吗？你为什么非要让那些垃圾股在这市场上活不下去，然后变了他全世界啊，他全国找那优质资产装进去，优质资产让它直接上市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要给这些二道贩子呢？为什么把那优质资产非要提倡他们给这个所谓的这些壳公司去续命呢？所以就冲这个啊，我跟你说啊，好不了啊。我们想象一下，注册制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让那优质的资产，对吧，能够顺利的上市到资本市场跟大家见面。优质资产我们有权利投资它，我们能够跟它一起享受高增长。优质资产吗？为什么优质资产不让它自己通过注册制上市呢？非要通过借壳？借壳呢，壳里面的原始股东，他注入这个优质资产之后，原始股东他能获利10倍，然后到时候退卸，就是退出，让这些金融消费者、赌徒接盘。你看看，对吧？那割韭菜是一轮接一轮的割啊！如果没有这些优质资产注入这些垃圾股，那些原来被套住的那些神仙，对吧？那神仙的白手套，他怎么解套呢？他出不来啊！或者说啊，咱们提倡重组，那你要
搞注册制干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问题不能解释解释吗？注册制不就是你达到标准你就上市吗？你就注册嘛。所以你看看啊，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吧？这些什么注册制在美国搞得风生水起的，到这儿就不伦不类，都搞成特权了，都搞成这个4+4。一个良性的啊，一个好的资本市场就是进出有序。什么叫进出有序呢？就比如你今天啊，你今年通过注册制上市了500家企业，你同时啊，你退市了600家，把那些不合格的它自动就下去了。这样你市场上保存的这4000家上市公司永远是最好的，保证它是最优质的资产，对吧？它是合法的。那些违规作歹的，对吧？那些违法乱纪的，统统的都退市了，你活不下去。然后让那些社会上好的资产很容易就注册，对吧？到深交所、上交所啊，跟这个投资者能够见面，你能方便的投资它，这是一个理想的资本市场。但是你看玩了10几年、20年，注册制都已经搞了好几年了吧，7、8年有了吧，搞出个啥出来了？我们再看个奇葩公司啊，这公司叫紫天科技，这个就更厉害了。财联社5月18日电说，紫天科技啊公告称，公司于2025年2月14日情人节啊，人家收到了花，他收到的不是花啊，他收到的是福建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福建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为什么责令改正啊？就是你犯了错啊，责令改正。这上市公司犯了什么错呢？因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就是做假账了。福建证监局责令公司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对相关年度报告进行更正，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全面审计。也就是你看证监局像老实一样的发现了他做假账啊，给他发一个责令改正的这个决定书，就让你把你那个造假的财务报告啊，你给他改正了，完了之后让审计师再审计，就这么个事啊。你看啊，公司未在责令改正期内完成整改，就是要求他30天之内改正，重新公布你的那个年报。30天，他说我没改，未能在30天之内改完，你说说。公司股票自2025年3月17日起停牌，截至2025年5月16日停牌2个月，期限届满，公司仍未按照要求完成整改。就像你那考试卷子做错了，老师让你改，对吧？你今天晚上改，明天交上来，结果第2天老师一问没交，没改，再给你2天时间，就过2天老师一问又没改，老师怒了啊！这个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就是老师警告他你要退学了。根据相关规定，若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2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公司股票可能会被终止上市。因公司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6日起继续停牌。若停牌后2个月仍未披露年度报告，预计公司股票2025年7月7日起复牌。这复牌就是给你们一个月的交易时间，然后就退市。你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被监管部门发现抓住了把柄做假账，让他改正，他居然拒不改正啊！给30天不行，再给2个月还不行，再给2个月，这是准备直接躺平啊，躺到退市。这个紫天科技为什么啊？这个年报他就是不改啊，然后似乎他要退市，这里面不好说啊，我这是个人推测。如果他不改，他退市了，有关部门监管部门不能把他怎么样，顶多啊进行一些处罚，这个处罚就是不痛不痒的。如果他对自己的报表进行订正了，说我哪儿做错了，我哪儿做了假账，那就相当于你自己认了，大家懂吗？就是他自己订正之后，他就是那你自己知道你做了假账是吧？你那个业务都是虚构的，那你承认做了假账，那监管部门也要第2个立案调查。所以他不订正的，就说明我就拒不悔改，我也不知道我哪儿错了，就这么着。或者你说我错了，那是你认为的，反正我不觉得我错了。退市就退市，你也罚不了我，对吧？再过30年又是一条好汉，资产再挪一挪，到时候又可以借壳上市啊，怕什么呢？再割一回韭菜。所以说他就拒不改，这是一种可能啊。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找不到会计师帮他审计，不想给他擦屁股啊，审计机构也不想卷入到这种是非之中啊，对吧？你把他往严厉审判，他就退市了，那到时候有多少中小散户啊、中小投资者要闹事。如果你不从严嘛，那你到时候你这审计机构担责任。所以有的时候这审计机构这种钱他也不想挣，都是麻烦啊。总之啊，这个胡适奇葩多啊，胡适奇葩多的原因，我说来说去还是监管的原因，还是当初啊这种制度设计啊从根上有问题，想改非常难。但是你这些问题不解决，然后你老天天想让他走牛，你这不是做梦吗？梦里什么都有。最后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啊，胡一进老师今天啊对那个演员呢黄洋甜
原田这个天价耳环的事件，他也发了一个评论。关于这个黄原天田，咱们也做了个节目啊，耳环真假咱也不知道，但是它的能量非同一般，这个是肯定的。因为雅安地方政府官网能够在宣传这个黄原天田，这没那么巧合啊，这背后都是有运作痕迹。你比如说那个私家寺那个董小姐，对吧？人家就也新华社宣传，然后在那个协和医学院这毕业典礼上还宣传，这个折射出来都是背后那种隐隐的啊那种权力安排。胡锡进老师他是怎么说这个事呢？他是也不能说给那个黄原天田的爸爸叫杨伟洗地，他只是他说的也有道理啊。他说杨伟啊在那个政府工作也就2年或者时间比较短，而且都是7、8年之前的事了。他说这个而且当时啊他也只有30几岁，说那个年龄在地方上通常是级别不高的公务员，那意思就是这个黄原天田爸爸应该没问题，也就级别不高嘛，他能谈多少钱呢？这个胡锡进老师有点装糊涂啊，或许是胡锡进老师他的人生主要是在北京，所以说他对地方他恐怕不太了解，或者是他了解他装糊涂。和稀泥啊，他把目光锁定在黄原天田的父亲身上，实际上黄原天田的他父亲的经历啊，更像是某种权力运作的一种痕迹，就像那个私家寺的董小姐一样。这个黄原天田的父亲啊，在2011年，他之前都在深圳啊，在深圳打拼，完了2011年回到雅安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公务员系统，在里面干了3、4年，然后又出了公务员系统，然后再干个2年，他又回到了深圳。就我对这个感兴趣，这是谁帮他在安排？如果你要对这个你不以为然的话，你试一试啊，这个公务员系统是你想进就能进吗？你想考就能考得上吗？而且他显然啊，他不是应届生，他也不是研究生毕业就考的，他是已经在社会上摸滚爬打多少年之后，觉得对吧，大厂的钱赚，或者在社会上钱赚的差不多了，我也应该去进公务员系统。只不过在公务员系统里面恐怕遇到什么状况或者之类的，人家又换了一个安排。你看看像不像那个董小姐私家寺，对吧？人家高考都不用参加啊，先到国外去转一圈，回来抄一个近路，进了协和医学院。当广大的这个寒门学子啊，这些牛马在玩命的准备考公务员的时候，你看人家有安排，人家知道哪条路好走，人家知道哪儿好考，这里面都有门道啊。私家寺啊摆在那儿多少年了，试点也不是第1年，其他的学校也有私家寺，为什么这些寒门学子不知道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啊，别人知道这里面有小路，对吧？有玄机啊，人家能找到突破口，这就是信息差呀，对吧？这就是我一直说啊，这不一定是什么特别大的官啊，这恐怕都是一些小官，但是人家懂这个路数啊，这个力量在起作用。所以你把眼光盯着黄原天田他爸杨伟没有用啊。这个杨伟跟董小姐区别在哪儿呢？董小姐是一步安排到位了，对吧？人家直接到塔尖，对吧？无论是协和医学院还是协和医院，还是中日友好医院，还是肿瘤医院，那都是中国顶尖的顶流的医院，他就一步到位了，所以人家在里面转。这个杨伟呢，恐怕就是对吧？毕竟在雅安嘛，也是欠发达地区，对吧？然后在那儿估计这个路径运作啊，感觉不是特顺畅，人家又回深圳去了，接着搞他的商业，人家这个政商旋转门玩得明明白白。所以胡锡进老师啊，把眼光盯在这个杨伟，他级别不高，对吧？管的事情权力不大，所以这属于这种叫和稀泥，对吧？你应该看到杨伟背后谁在运作这个事情，也就是杨伟他是浮在水面上，水下的这些要把它挖出来，这些人才是利益输送啊，关键，对吧？是主力。胡锡进还说啊，老胡在此还想说，黄原天田炫自己的耳环，制造了他很不一般，而且很可能非常昂贵的展示氛围，这是又一个炫富引火烧身的例子。当然演员的身份比较特殊，但事情意外发酵这个结果反过来定义了他这一做法不合时宜。他说每个享受了优越家境或更多资源的人都应保持一种谦卑，而不是向人生境遇不如自己的人炫耀自己幸运和所谓高贵。虽然生活中各种情形千差万别，如此相关的感恩敬畏之心永远都是重要的。老胡绝不是叫财产来源可疑者财不外露。胡锡进开始为自己这个辩解了啊，我不是教那些说啊，你那个财产来历不明的人呢，你低调一点啊，不要炫富。但是我只是想说啊，多尊重普通人感受，这是互联网上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基本旋律之一。尊重这个旋律，与他去和弦，
这是理性，也是道德。这胡锡进老师又开始胡说了啊！胡锡进老师，你还不如承认，对吧？你就是劝那些贪官低调一点，反而是做好事。他还在这画蛇添足啊！他说我不是啊，让那些贪官呢、财产来源不明的人不要露富，而是想说啊，你有钱，你低调一点，有钱也不要在那些穷人面前啊显摆。他还说这也叫公平正义价值观基本权利，这个就是胡说八道了。这胡锡进潜台词就是咱们网上还是仇富，对吧？你有钱，你一炫，别人就恨你，不就这意思吗？那不就是仇富吗？这个胡锡进真的是，这就是叫坏了。网民啊，大家为什么这个仇视花样甜甜他这个耳环？不是仇富，是仇贪，是仇不公平，对吧？你说那个王思聪天天炫富，那跑车一个接着换，谁骂他了？有人骂他吗？对吧？你恐怕也有人批评啊，但是毕竟批评的少啊。王思聪那个跑车不是老换吗？限量版的，住着上海的豪宅，对吧？都是上亿的，怎么没人骂他呢？马云，对吧？在西班牙一小岛游艇，对吧？那些富豪坐的私人飞机啊，不比那耳环贵吗？那些富豪哪个没有私人飞机啊？谁骂了？谁仇富了？这胡锡进这人就是坏啊！这网上，对吧？这些围观的人仇的不是富，仇的是贪，对吧？你把大头的钱贪去了，大头的钱是我们的。就是现在牛马韭菜活着这么难，找不到工作，吃了上顿没下顿，都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结果，对吧？你那个大头被人家已经掏空了，对吧？人家骑到你脑袋上还要拉屎，还要撒尿。大家是仇这个，不是仇富。你不能说没人仇富啊，仇富也有，但绝对不是主流，对吧？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贪官、对贪这种仇恨。你合理合法挣的钱，你光荣啊。所以胡锡进在这个还原天年这个事情上面啊，那绝对是和稀泥在这儿颠倒黑白。哎，说来说去还是想把这个破窗户啊，好好给它糊一糊，能对付一年是一年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